在我宣布，乐天斋正式开业！开业喽！非常为难，给我哥用，可以放在家里观赏。哎，杨尚书，青柔姑娘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！现在啊，不能叫杨主事了，应该叫杨尚书。青柔姑娘取笑在下了，恭喜杨兄升官了。哎呀，周兄言重了，要不是周兄啊，我现在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哎，哪里，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嘛。我先带你到里面去看一看，来，到处走一走。行。周兄，这是……哦，这个嘛，这个就是咱们的镇店之宝了。镇店之宝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哎，杨兄，这个以后再给你解释。哎呀，以后慢慢给你解释。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，好吧？来，尝尝我们这边的酒。来，来，杨尚书还请尝尝我们的美酒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青柔，上酒了！这是我们自己酿的。我先过去啊。来，上酒，欢迎各位光临啊！刚才实在是太慢了，都有怠慢，请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哎，秦柔，表哥呢？表哥怎么没来啊？冰块脸说他有事儿要忙。啊，好扫兴，大家好久都没有见到表哥了。自从我们从西南回来以后，他就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我好久都没见他了。是吗？哎，你们俩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没有了，我们俩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带你去看看水粉。不出3年，我估计我们就能成为古代的李嘉诚了。我们要发财啦！唉，我周大同干了一辈子的道具，全是脏活累活，没人瞧得起我。没想到今天能有这么多人来捧场，我这心里头真是酸酸的。咦，还酸酸的，你肉麻不肉麻呀？大同，我早就说过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咱们要目光长远一点，要把这乐天斋做大做强，做成京城天子第1号，做出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品格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哎，晴柔，你是不是把我们穿越回去的事儿给忘了呀？阿广同学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兴？真是醉了。嘘，醉了，你喝了吧，多老的词儿了，还用呢？我就说。王爷来了。王爷，本王今日公务在身，没有前去道喜。这是本王的一份薄礼，还望周兄收下，以表歉意。哎呀，王爷哪里话？今天我们这乐天斋能开成，完全是王爷您的帮助啊，您大可不必多礼啊。啊，一点心意嘛。秦柔，本王今日路过绸缎庄，看到他们新进了布料，本王就全部买了下来，送与你去添置几件新衣物吧。谢谢王爷。这个给你。送我的？这可是王爷亲手为你摘的。算是本王向你赔罪了。晴柔，你就别拿着了，这王爷为了你都变成现代男神的节奏了。哎，你呀，赶紧找个台阶下了吧啊！那好吧，既然你都送我花了，那我原谅你了。王爷，奉皇上口谕，速召您进宫。公公可知父皇急召我进宫是为何事啊？王爷能否进一步说话？
皇上的病情突然加重了。李章，快随我进宫。是。哎，冰块脸，干嘛去啊？哎，这皇宫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急匆匆的。父皇，来人呐！传太医。琪儿，到朕这儿来。是。让朕好好的看看你。煎熬的真快呀！转眼间，您都长大成人了。让朕突然想起来，你们小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你们一个比一个调皮，整天围着朕打闹，让朕陪你们玩耍。那些画面，朕还能记得清楚呢。其实也记得。岁月如白驹过隙，不由人意呀。你大哥欣然而去。我这白发人送白发人，可大哥的事都过去许久，他望父皇不要太过于介怀，保重龙体要紧。人在身边，很清楚。这些早就看在眼里。父皇，这些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最想朕了，琪儿啊，朕100年之后，你和你的兄弟一定要千万不要反目为仇，让朕寒心。说得很清楚了，为何你又私自前来？就不怕我取了你的性命？双儿只是来禀报尊上，你交代的事，双儿已经办成。哦，竟然如此顺利！双儿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双儿为了你，什么事都能做到。这件事情你办得很好。尊上不再追究双儿破坏规矩来找你了吗？你做得好，我为何要罚你？好了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外面天气这么凉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有新的情况，我自然会联络你。
回来了。你为何睡在这里？我在等你回来啊。我刚才看你急匆匆的走，我以为有什么凶险之事呢，所以就在这儿等你回来了。唉，怎么了？今日进宫，竟发现父皇白发丛生，苍老了许多。身为皇子，我这心情难以名状。那你以后就多陪陪他老人家呀。人在小的时候会经常围在父母身边，人慢慢长大，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。今日父皇也提起了好些事情，还讲了许多伤心的话。你怎么了？我也想我爸妈了。与你相处多日，还未曾听你提起过他们。不如择日，我送你回趟家，顺便去看望一下二老。吓我一跳。孟郊，这2天皇上可能去找你作证，你千万要记住，按我说的去做。叔叔，你说的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这搞不好我他妈的会掉脑袋的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孟郊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行，让我答应你也可以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得跟我回山寨，做我的压寨夫人。你当山贼当上瘾了，你不打算回去了？你还别说，我还真的就不想回去了。这边的人特别的仗义，比咱们现代人呢不知道强多少倍。就拿我那几个小兄弟来说，个个肯为我抛头颅洒热血的，我怎么说也是一个性情中人。这猛地一下子穿回去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他们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干脆跟我回山寨，索性我就不走了，咱俩在这儿好好的过。这样吧，只要这件事你能办成，我自然愿意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哎，独孤，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！依再下看，怕是要变天了。你真爱说笑，这万里无云的，怎么可能会变天呢？此天非彼天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明白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三王爷马上就会被设立为太子。哎，那这是好事儿啊！而且，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皇上的。可是，青柔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呢？我？按祖制，立为太子，侧妃就有4人。你愿意与他人共同分享你的夫君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要一心一意。难道今天你就要违背自己的誓言吗？哎呦，我不知道。青柔，我愿意为你放弃自己的一切，一心一意的只爱你一个人。他谢延琪可以做到只爱你一个人，放弃自己的一切吗？哎，你不要再说了。
皇后娘娘，娘娘，皇上的病怎么样了？皇上服药也有月余，可是这病始终不见好转，怕是……怕是什么？说。皇后娘娘，受微臣直言，皇上怕是已病入膏肓了，还请皇后娘娘早做打算。你说什么？给我拖出去摘！好什么？皇后娘娘饶命，饶命啊！好了好了，皇上下去吧。罢了，这不怪他们。皇上，哭什么？这都是定数啊！朕的病不得向外透露半句。若有人走漏一点风声，朕诛他9族。皇上，好，不知怎的，朕很想吃你亲手做的桂花糕。这还不容易，臣妾马上去做。只要皇上喜欢，臣妾做什么都愿意。小舅子，在，好好伺候皇上。是。皇上，你先歇一歇，臣妾去就来。双儿说的猛将，你审问的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亲自审过了，双儿姑娘所言不差。这几人所讲的不能全信，你好生盯着他们。朕断定，这背后一定会有更大的阴谋。朕今日要宣布一件大事。小球子，宣旨。是。三皇子谢延齐听旨。儿臣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谢延齐，天意所属，此客孙出诏，警告天地，宗庙社稷，授以色宝立为皇太子，正为东宫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凡四海之心。朕疾患不久，此一日漫饥不可久罢。司命皇太子谢延齐持洗御书房，分理庶政，辅君监国。百司所奏之事，经起皇太子决之，布告陛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Got issues in my head. I like you in my bed, but you keep me on red. Oh,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. I better not text or I'll come off desperate.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儿臣领旨谢恩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你不必多说了，小球子。是。二皇子听旨。二皇子谢延臣，亲昵小人，疏远君子，即日起降爵一等，钦此。儿臣领旨。你回去以后，好好
要思虑一下自己的过错，等想清楚了再来找朕。你怎么了？臣妾跟随皇上多年，只是没有想到，皇上竟然把臣妾当成外人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臣妾并非要干涉朝政，只是没有想到立太子之事，臣妾竟然比朝中大臣们知道的还晚。皇上为何要隐瞒于我呢？朕并非有意隐瞒于你呀。要知道，此事若早宣扬出去，会引发朝中大乱。可皇上立齐儿为太子也就罢了，为何要惩罚臣儿呢？臣儿自幼桀骜，不甘于人后。朕怕他知道了立齐儿为太子，再生事端，所以要先杀杀他的锐气，让他借此事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呐。皇上，真怕他们兄弟三人反目，不得已而为之啊！岂有此理！老不死的竟然封老三做太子，竟敢无视于我！你们这帮废物，就知道让本王等待时机，等待时机。这下好了，让本王闭门思过了。养你们这帮饭桶，有何用？王爷息怒，此事的确是让那谢延琪占了先机。可是，住嘴！看看你那好义女吧，谁知道她到底和皇上说了些什么？下次让本王见到她，必将她碎尸万段。王爷，越在此时越应该沉着冷静才对。谢延琪他只是一时占了上风，可我们并没有满盘皆输啊。毕竟，王爷在朝中的势力还是多数的。这鹿死谁手，还说不定呢。本王自然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舅舅，你先请回吧，让本王再好生想想。派人跟着他。王爷是在怀疑相国？哼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谁都不信。这一切还不都是他给我出的昏招吗？我倒要看看他在给我耍些什么把戏。那要不要派人杀了那个双儿？留着他还有用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早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。恭喜太子殿下！啊，多谢，恭喜太子殿下！多谢各位大人，多谢。几位大人，这边请。恭喜太子爷！恭喜表哥！好了，你们俩好，我也开心。恭喜王爷！恭喜王爷！哎，表哥，来，来，坐。表哥，
这回你当上太子了，我们必须要好好庆祝一番，是不是？对，不如就像上次一样，办个那个哎呀 ，party 啊！对 ，party。父皇虽立我为太子，但眼下我在朝中根基未稳，依我看，还是低调行事吧，莫让奸人钻了空子。party 仪式，还是算了吧。表哥，你不要扫兴嘛。秦柔，你说呢？表哥最听你的。王爷说的对。不跟你们玩了，没劲。哎，告辞了。你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让尹晴柔离开谢延琪。为什么？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晴柔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之前3番4次的想从王府逃出去，最后为什么都没走？其实这事儿，我一直想找个心平气和的时机告诉你。我好像发现我们穿越回去的关键了，就在宗祠里。可是宗祠不是像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就能进去的。于是我静下心来想了很久，好像只有嫁给皇子谢延琪，通过我们的婚礼进行宗祠祭拜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实行穿越计划。我思前想后，也只有这个计划是最靠谱的了。所以你最终决定要嫁给谢延琪？我还在纠结。你爱他吗？晴柔，作为女人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爱他。但是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：你嫁给他的目的，就是想要进入宗祠，找到穿越的关键？不是，就是为了离开他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晴柔，我求你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求你离开他，求你离开谢延琪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晴柔，我不打算回去了。什么？你也知道，女演员什么的，总会有年老色衰的那一天。到最后，也不过是找一个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嫁了。但自从我穿越到这里来，我觉得这边并没有名利圈那么多尔虞我诈，我觉得很舒服。而且，我找到了一个喜欢的人，因为我爱他，我不在乎他身边有其他女人，只要我能陪着他。可是晴柔，你是一定要走的。你要知道，你的离开一定会伤害到他。你忍心他因为你的离开而难过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是一直想着怎么回家，却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会伤害谢延琪。尹晴柔，你太自私了。晴柔，等你走了以后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进入宗祠，找到穿越的关键，然后告诉你，让你们穿越回去。我发誓。双双，你让我想一下。晴柔，你毕竟是要离开的呀，你早一点离开，对他的伤害就会少一些的。我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双双，你难道不相信我吗？晴柔，你难道忍心因为你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吗？晴柔，别说了。哎，晴柔，发生何事啊？为何如此惊慌？没事啊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我一早便找你，希儿说
你往花园方向来了，我便前来寻你。你找我有事啊？青柔，我被封为太子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你都当上太子了呢。可是，昨日我见你的脸色，还是十分担忧啊。没有，你想多了。青柔，你还在怀疑我的真心吗？你要知道，我虽被封为太子，但谢延齐依旧是谢延齐。我此生只爱你尹青柔一个人，只愿与你一人厮守终生。我不值得你这样做。为何不值啊？难道你不知道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吗？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现在是太子了，要替皇上做功课的。所以说，你快去上早朝吧，我会在家乖乖等你的。近日事务是有些繁杂，也的确怠慢了你。待我忙完这些日子，我必定带你游山玩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秦柔，小王见过太子妃，服了你了。给我倒杯酒。哎，这倒是奇怪，难道三哥府上就不能给太子妃一口酒喝吗？非要到小王这里讨酒喝？行了你，我问你，皇上封谢延齐为太子，你会不会不高兴？怎么会？三哥当太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没当上太子，你心里不难过？青柔，你还真是天真呐。这太子之位，怎么轮也轮不上我呀？在父皇的眼中，我就是那扶不上墙的烂泥。也罢，做烂泥挺好，至少落得个清闲自在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。言萧生性狂放自由，不愿让自己的人生被那皇位束缚住。三哥温顺共良，太子之位实至名归。说正事儿。我有事儿想找你帮忙。帮什么忙？以后他遇到什么难处，你一定得帮他。笑话，三哥身边有你这个机灵鬼，还用得着我帮忙？我不管，反正以后他要遇到难处，你一定得帮他。青柔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哪有啊，我没有事儿，我好着呢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毕竟是一个女流之辈，朝堂上的事情我不便过问。所以如果他以后有事儿，你一定得帮他。哼，放心，三哥和我骨肉兄弟，他若有事，言萧定当相助。那我们说好了。说好了。拉钩。拉钩。盖章。盖章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妻儿和晴柔的婚事如何了？回皇上，自打上一次，这个典礼出事之后啊，他二人的婚事就暂时搁置了。朕得让他们马上成婚才是啊！是啊，太子爷和晴柔姑娘，那是郎才女貌啊，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地设的一双啊。照钦天监，选个良辰吉日，让他们马上成婚。是。太子爷，这可是小姐亲手为你做的菜。这些菜肴，当真都是晴柔亲手所做？是啊，这一桌啊都是她亲手做的。哎，我看看啊，宫保鸡丁，
鱼香肉丝。哎，王爷，你可得尝尝，这都是晴柔的家乡菜，点击率老高了。好啦，我来说两句。在茫茫人海中，大家能够相识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我先敬大家一杯吧。来，来。忘不掉是你的，来，太子，多吃点。猜不透是你的忧伤。这第二杯酒呢？我尹晴柔给大家赔个不是。我昔日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干了这杯酒，一笔勾销吧。阻不了泪水流淌，做不了曾说的家乡。到最后，尹姑娘是我们府的开心果，你说这话可见外了。这第三杯酒呢，我要敬谢延琪，也就是我们的太子爷。于是你决定回家乡。我感谢他包容我的小脾气和任性，也要感谢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到最后散场。亲一个。阿广，不可放肆。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。于是你依然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晴柔，你今天真是太霸气，太敞亮了。哎，对你刮目相看啊。是吗？那还用说，完全一副正牌太子妃的派头，什么孔双双都边上玩去，根本没法跟你比。阿广啊，若是我们回不去了，你会怎么办？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回不去啊？万一呢？万一回不去，那也没关系。哎，我不是还有你们吗？还有我们乐天斋。哎，你要是太子妃，我还能跟你扬眉吐气呢。若是以后帮不了你，你会恨我吗？哎，咱俩的感情那是比黄金还要坚挺的。阿广啊，咱们一定是擦肩而过了几辈子，才修得了这一世的好姐妹。那前提是我一定是个帅哥。去你的！阿广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千万不要去招惹孔双双。你怕他干什么呀？你都是太子妃了。阿广，你听我的，不要再去招惹孔双双。大家都是穿越过来的，要和睦相处。哎，真是拗不过你。这样吧，只要他不招惹我，我就不招惹他，得了吧？阿广，对不起。
跟着我。你看到了。住口！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尹晴柔不会在他身边很长时间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离开？今天他在席间所说的话，只要你留心听，必然能发现其中异样。的确，他今天的话的确饱含深意。之前我劝了他好几次让他离开，他都没答应。但是今天，他为什么要萌生去意呢？如果双儿没猜错的话，他明天就会消失。那你知道他要去哪儿吗？你笑什么？笑你，笑他，也笑我自己。红山自有痴情者，我笑痴情太痴狂。我要感谢他，包容我的小脾气和任性，也要感谢他，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出现在我身边。王爷是要去宫里吗？不，你去备马，一会儿我带青柔去郊外骑马。那宫里的事，就是我身体抱恙。抱恙？哎，王爷！青柔，青柔，王爷，你可知青柔去了何处？喜儿不知道啊。小姐昨天说要晚些起，叫我晚点来叫她。哎呀，青柔，青柔，青柔，你在哪儿？青柔，你给我出来！青柔，你在哪儿？青柔，你去哪儿了？青柔，你给我出来！青柔，青柔，你去哪儿了？王爷，王爷，你等等我呀！青柔，青柔，哎，王爷，哎不，太子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青柔一定来过吧？他人呢？晴柔她是来过，不过那是2天以前了，好久没见着她了。晴柔可曾来找过你？王爷，晴柔没有啊？怎么了？当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？你们又吵架了？明天就要成婚了。哎，王爷，四弟啊，三哥，晴柔她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想想晴柔都有可能去哪些地方。昨夜我就发现他有些反常，我本以为他是因为我被册封为太子的缘故，怕我日后疏远他，所以并没有在意。三哥，我……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对我说吗？是这样子的，几日前秦柔她就找过我，还说让我跟你齐心协力，我当时就没当回事儿。现在细想起来，她其实早就有离开的准备了。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秦柔她一向一惊一乍的，我哪知道她哪句话是真的呀？都怪我，你别急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找找。这不怨你，错在我，都怪我。哎，姑娘，看你一脸福相，想必有什么喜事，不如听我算一卦，预知一下未来也好啊。我算的可好了，这价格嘛，也绝对是童叟无欺。哎，姑娘，如何呀？有哪只眼睛看见我是有喜事儿了？我脸上明明写着4个大字，离我远点儿。哎，姑娘，哟，原来是有麻烦事儿啊！不怕，听我念一段经文，保证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1本经300文，2本经就够500文好了。可是师傅啊，
我没有钱呢。我呢是进京投奔亲戚，不料途中却被人偷了钱财。不如师傅你就借我几百文可好？哎呀，姑娘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原来呀，我们是同道中人呐。同道中人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镇子没啥赚头，我劝你多走20里，有的挣。凡事放宽心，还有过不去的。包子，包子，新鲜热乎的。老板，给我来10个包子。好的，10个包子，20分。好。不会没钱吧，姑娘？谁说的？我改天再来买。没钱买什么包子？哎，你这小子我真是个骗子，不是，是个小偷。哎，真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的。救命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救命啊！给我站住！救命啊！我让你跑！跑！出来！这不是荣家的公子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我听说他家遇难了。是啊，没错，这个荣家呀，也不知道得罪了何方权贵，全家都被流放到3000里外。哎，他俩这是怎么了？让你别跑，听见了没有？说不让你跑，你跑！跑啊！这刘家大小姐从小一直都钟情于荣家少爷，这荣家少爷呢，对她始终是爱答不理的。是吗？自从荣家落难了，这刘家主动上门找到荣家，让这个荣家少爷入了赘。既然入了赘，那他就是刘家的人了。让你跑，就让我跑。所以啊，这才躲过了流放这一劫。说不让你跑，跑！身为一个男人，居然为了糊口为人一个女子，哎呀，竟然还被她姐妹调戏！哎呀，我让你跑！喂，这位公子，干嘛？哎，这位公子，你说你这样寻死对得起谁啊？你说你对得起救你的刘家吗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吗？对得起你口中的列祖列宗吗？对得起你荣家死去的183口吗？你说你对得起谁？183口，姑娘，我家就没那么多人呢。一般电视剧中说的都是183口，说顺嘴了。什么是电视剧啊？电视剧呢，就是唱戏的。好什么好？别打岔，怡红院里的姑娘有几个没被调戏过的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被调戏一下又怎么样呢？一个弱女子尚且能坚强的活着，你一个男子汉却在这寻死觅活，你丢不丢人呐？丢不丢人你？只有心智不成熟的人才会寻死，心智成熟的人会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的活着。讲完。掌声在哪里？姑娘说的对，只有心智不成熟的人才会自己寻死，而成熟的人是会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的活着。听见了吗？啊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哎，这位刘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与您的容貌相比起来如何啊？他能跟我比吗？我们两个简直是一个天上，一个是地下。我可是我们朋友圈最苗条美貌的女子。哎，那这位公子，说实话，他对你到底好不好？其实也挺好的。有道是他好，我也好啊！懂了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行了，你们就回去好好过日子吧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把日子过好了，比什么都强。你也不是个小孩子了，也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，你该长大了，记住没有？哎呀，
你好像我家中的老母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说什么呢你？老板，来屉包子。好嘞，来了。就是。走。哎，四弟，我府上的事就交给你处理，我要去找秦柔。不行，三哥，你刚刚被立为太子，朝中本来就有些反对的声音。他若你此事一走了之，那些人更不会善罢甘休了。就是，那些御史整天吃饱了没事干，就知道找事儿，无事都能掀起3尺浪。你这不是把现成的把柄送到他们手里吗？皇上要是知道了，该多失望啊！可秦柔怎么办？难道就放任他在外面漂泊，坐视不理吗？倘若真的出了什么事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三哥别急，不如把找秦柔这件事交给我和尹浩吧。我认识三教九流的朋友多，让他们四处打听一下，必定会有结果。再说，让你亲自找到了秦柔，还没等你们成亲，那些御史的口水就会把你们给淹死。三哥，难道你想让秦柔背上一个不贤不良的名声吗？哎。就剩7、8个包子，只能吃2顿。我好可怜。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想办法挣到钱。哎，这有包子铺，难道要去这样的地方打工吗？不太好吧。你说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不是，太吓人了。哎，你们看，来了个人。哎，姑娘，这地方可不能乱走啊！这村子啊被诅咒了。诅咒？什么诅咒啊？姑娘，听你这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难怪你不知道啊！这村子被诅咒的事情啊，周围的几个村子都知道了。这不，我们几个村子决定派几个人出来，轮流在这里盯着，不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出来，再感染了别的村子。对，现在都不让进了。对呀，要说这个村子被诅咒的事啊，从几年前就开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只是有点牙龈出血，还有点那个口臭，大伙也没当回事。可是后来啊，那些被传染的人走路都摇摇晃晃的，眼神痴痴呆呆的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再后来，那些人啊，他们就出现了那个耳聋眼瞎，其中有的人，他跟发了疯似的，他自个儿就往那河里跳，可吓人了。是啊，这还有更离奇的呢。这个村子里的猫都会跳舞，走起路来它像跳舞一样，有时候还会倒地打滚撒泼。再后来，它就往池塘里跳。直到现在，这个村子里的狗啊、猫啊，反正是牲畜和动物，基本上都死干净了。医学专家指出，汞中毒除了会对肾脏造成伤害，从而导致肾病综合征。哇塞，亲，你换了乐视 TV 超级电视哎，好厉害哦！这样行了吧？同时，专家还强调，汞中毒引发的肾病，我是让你看画面呢，你没看见上面那些猫啊狗啊的都跟疯了一样？你看，这叫汞中毒，这些狗啊猫啊都像疯了一样往水里跳，这不是诅咒，他们是中毒了，而且很严重。不过尹秦柔这关你什么事儿？还是绕道走吧。不行，那是上百条人命啊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那我不就是造了6、700级？小女子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进去看看。走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姑娘，你不能进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连累你们的。别，姑娘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。你等我一下。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有外人进村了！哎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，我是来
来帮你们的。坏人？谁呀？快说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们长河村？对啊，你干嘛？是啊，谁派你来的？谁派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，我是自愿的，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。这帮我们？谁要你好心呢？你与我们非亲非故，不怕被诅咒，反而过来帮我们，肯定有阴谋。不是的，你们这个不是诅咒，是中毒了。虽然很严重，但是还是能治愈的。请大家相信我，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的。哼，你来帮我们？嗯，是来毒死我们的吧？然后一把火把我们长河村给烧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十里八村就都安全了？不是的，是不是他们那几个村子拿钱雇你来的？不是的啊！这重赏之下，这是必有勇夫啊！我说姑娘，你就不怕出门掉河里？把他赶走！不是，走，快点走！我真的是来帮干嘛？不，别这样，他们很可怜的，我真的想帮助他们。他是谁啊？咱们别着急，万一他真是来帮怎么办？青柔，听我劝，离开这儿吧。这个村子连最好的医馆都治不好，更何况你一个弱女子。就是，你要执意进村的话，自己都可能被传染上。不行，独孤，我不能走，我一定要救他们。要不你先走吧。青柔，算了，我留下来帮你。谢谢你，独孤。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大家治好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为什么相信你啊？哎呀！这里可比王府差远了。哎，独孤，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我一直觉得身后有人，难不成是你啊？早上我去王府，刚好看见你从墙上溜下来，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又不好阻止，所以只有一路跟上来。我是怕你有什么危险。不过独孤，刚才还是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出现在村口，我还真的挺麻烦的。青柔，你真的想好了？以后不再回王府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再也不回王府了。反正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自食其力嘛。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还是赶快治病吧。走吧。请大家相信我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10日之内一定会有所好转的。姐姐，你真的能治好我的病吗？我可以和外面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吗？当然啦，只要你按照姐姐说的做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那我讲一下治病的方法吧。首先呢，大家千万不要再饮用村里的河水了。如果口渴的话，打上来的水，先在水里面放一些木炭和划开的仙人掌，等沉淀再喝。因为我怀疑这毒就出在这水里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谁要毒死我们？对呀，亲，不是谁要害你们，而是由于水污染造成的。当务之急呢，我们就先把毒给解了吧。大家回去以后呢，首先要将麻油、鸡蛋清和豆浆搅拌在一起。头几日呢多喝一些，后面呢再逐渐的减少。日常生活中呢多吃胡萝卜，多喝豆浆和牛乳。我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。等我想到其他的，我再告诉大家。有些原料呢村里面没有，我现在就去买回来。大家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。算了，反正都是一死，无非早晚的事儿。哎，看这姑娘倒是挺面善的，不如待会儿让她先试试怎么样？试试。行，那就先试试吧。既然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不负众望的。那我们就相信你了啊！那大家就散了吧。对，准备吧，大伙啊！准备。走。看来还是我去吧。你去干什么呀？你又不知道买什么，你就留下来照顾他们吧。好像某人的钱袋被偷了吧？哎，你知道啊？那你干嘛不帮我抢回来，害得我饿肚子？我也是看到你付账的时候拿不出钱，才想到前面那个人是贼。我也不知道。怎么，生气了？我哪有那么小气啊？我是要给你写你需要买的东西呢。
儿臣在。青柔找到了吗？回父皇，还没有，到现在毫无音讯。妻儿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朕知道你为青柔出走的事情心神不宁，可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，要有个度。看看吧，这本奏折是你批的吧？儿臣罪该万死。你是有罪，但不致死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我知道你担心青柔，可你现在是一国太子，将来的江山社稷、祖宗基业，全系于你一身呐！父皇，现在还有我在这儿顶着，哪怕真的出了什么事，别人不会说你太子无能。将来一旦我撒手人寰，背负千古骂名的可都是你呀！不用多说了，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父皇，您的身体，要不传太医再来瞧瞧？好了，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独孤，怎么是你？还有谁跟你一起来的？啊，你别担心，没有其他人了。王府的人也不知道我过来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不想在王府待下去了。独孤，你带双儿走吧，不管去哪儿我都跟着你。就算只吃糠咽菜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双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不想待在王府，我可以理解。你想去哪儿，我也愿意送你去。但是，我是不可能带你走的。为什么？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改好不好？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。我根本不喜欢你。难道你也跟那些庸俗的男人一样，看不起双儿是从烟花柳巷出来的吗？双儿，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的出身，更没有看不起你过。话已至此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。如果你想离开王府，我会安排人给你准备好，让你衣食无忧，不再让你为银两而发愁。但是，我绝对不可能带你走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。真是胡闹！为什么我孔双双总是被拒绝？为什么我就得不到男人的宠爱呢？老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独孤，青柔，牛乳不太好找，只找到这些，但其他的都齐了。已经很不错了，值得鼓励。把这些给我吧，我让他们分发出去。嗯。
千万不要再喝井里的水了啊！谢谢。大哥，来，一定要多吃胡萝卜。谢谢。大哥，你得多喝点。好。谢谢。没事。谢谢。哎，小石头，来。哎，小石头，姐姐，我的牙齿会好起来吗？当然会了。你现在到了换牙的年纪，等到你牙齿好了以后，刚好可以换牙。所以说到时候你可以跟外面的小朋友一起玩啦。姐姐，你懂得真多，你是天女下凡吗？姐姐可不是天女下凡，姐姐是个普通人啦。好了，你过去玩吧。哦。对了，青柔，他们今天能遇到你，真是很幸运。为什么你每次都能给人带来好运呢？哎呀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！我只是恰好了解这个病因了，而且我觉得冥冥之中，仿佛上天都要我过来给他们治病。不过啊，治病这个东西呢，也要心态，心态好呢，连癌症都能抗愈呢。癌症为何物啊？癌症呢？癌症就是一种小恶魔啦。哦，我们身体里呢有成千上万的小恶魔，那这些小恶魔呢，有好的也有坏的，所以啊，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这些了，反正你也听不懂。的确是听得我一头雾水。不过，青柔，你真的很能看透别人的心思。大侠谬赞了，小女子只是现学现卖啊。那为什么你看得透别人的心思，却对不起自己的心呢？这世界上好的男人除了谢延琪还有很多，为什么你就不能考虑别人呢？独孤远，你不会是在毛遂自荐吧？不行吗？哎呀，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谈恋爱这种事情，太伤元气了。我现在一点都不想谈恋爱。青柔，我是不会让你受伤害的，我会保护你，你应该懂我的心思。可是相爱这种事情，不是保护不保护这么简单的。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单方面的付出只可能是0。我听过一句话，我现在说给你听吧：所有的烦恼呢，都是自找烦恼；所有的问题呢，也都是时间的问题。时间啊，会解决一切烦恼的。所以啊，你我之间就不要再自寻烦恼啦。哎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一场攻坚战呢，加油！晚安喽，拜拜。晴儿姑娘，晴儿姑娘，晴儿姑娘，你看看我的牙，是不是好多了？青柔姑娘，你看我那也比以前好多了。还有咱家那老伴儿啊，那嘴他也不臭了。我代表全村的人，真的好好感谢你啊！谢谢你啊！哎，你看当初我们对你没关系的，你看你们现在不都好多了吗？我就放心了。再说这才几天啊，你们就都有所好转，再坚持下去，我相信一定会痊愈的。我们相信，青柔姑娘，真的好好谢谢你啊！你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呐！没关系，谢谢谢谢啊！谢谢啊！给您来这颗行吗？这颗好嘞好嘞好嘞！哎，您看着啊，高高的，拿我们孩子玩玩啊！再来啊！精彩！孟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还好意思来问我？你明明答应我，只要我出面举报凌晨王，事成之后你就跟我回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。可为什么我前脚从皇宫出来，后脚就被人追杀？幸好我留个心眼，让弟兄们暗中保护，不然我早他妈见阎王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演，继续演。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啊？啊，气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说
是不是你跟凌城王串通好了来谋害我？木匠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跟那凌晨王又是什么关系啊？老大，我是个现代人，我又不是古代人。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他谢延辰好歹也是个王爷，以你的小心机，你肯定是认为做王妃比做压寨夫人要强吧？你既然知道谢延辰是什么样的人，那你肯定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，把我像宠物一样送给灵气王。这样的男人，我能相信他吗？而且，你说咱们两个总归要一起穿回现代的，你怎么就分不清谁跟谁一伙的呢？别说他谢延辰是王爷，就算他是皇上，老娘也不稀罕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还怕我穿回去以后，他谢延辰的魂儿老缠着我呢，再分分钟跟我来一出神话。你也不好好想想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哎，你刚才说有人追杀你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哼，就那几个怂货，还不跟我弟兄们练手的呢。我就知道你孟导有本事，到哪儿你都吃得开。对了，我刚才一路跟踪你到这儿，这好好的王府你不待着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？我担心晴柔嘛。晴柔，她怎么了？这件事儿一言难尽，反正就是之前我做了一些错事，晴柔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了。你也知道，只有她知道咱们穿回去的关键，所以我想来这儿找找她，把她带回王府去。这还不简单？你交给我，我把她绑回来。你还真是当土匪当上瘾了。你能绑得了他的人，绑得了他的心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帮我个忙，去灵齐王府送个信儿。哼，我才不去呢！他谢延辰已经布置好了暗探，我这一去，有命去没命回。哟，刚才谁吹得那么牛啊？怎么，一到真事儿怂了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要是不去，那也显得我太不爷们儿。不过去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压压惊啊？哎，这青天白日的，你想多不好啊！这样吧，我住城北的客栈，你晚上过来找我吧。可以，那我去之前，你可得多买点酒菜。今天晚上好好陪陪我，知道不？谢延辰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！晴柔，你真的很有办法，村民们都好得差不多了。也不全是我的功劳。我以前听过一句话，叫做“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”。一开始我还觉得是哪个闲人闲着没事儿写的这句话呢，现在想来很有道理。看到他们有所好转，我心里真的很开心。哎，对了，就像是那样，你送了我一朵玫瑰，然后你手里还有玫瑰的香味儿。你是在暗示我可以送你鲜花吗？就是阿广说的你们的那种习俗。阿广连这个都告诉你了，他还真能聊。说起阿广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阿广一定过得很好的。哎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，你折腾啥呢呀？孩子刚睡又醒了。来，娘，我没有，你看他都尿了我一身。不，哎，你听，其实那就是生活的声音和味道啊？什么？我啊，就是觉得他们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，没有那么多复杂，也没有那么多阴谋，每天只想着柴米油盐、吃饱穿暖的问题就够了。其实，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。真正的世外桃源是没有的，穷人有穷人的忧心，富人有富人的烦恼，一切皆是有代价的。独孤，
你说你又有才华，又有钱，武功又高，然后还懂医术，就你这样的人还会有烦恼吗？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就是如果没有世外桃源的话，那你想象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？我有一个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想，喜欢一个不知道何时才会属于我的姑娘，但我会继续追求，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就是我想过的日子。太子，下人一早开门发现了这个。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就算是虎穴，要闯上一闯。那属下去通知尹浩，带人一起去吧。不用，这信上说，只要我一人去便可。我怕，倘若对方真的是绑匪，带了人去，反而会害了轻柔。可是，你放心，本王自有分寸。啊，李章，你去找一下独孤。独孤先生来无影去无踪，属下也多日没有见到他了。唉，罢了。太子殿下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。轻柔呢？太子殿下果然深情，为了尹晴柔那个臭丫头，也值得太子殿下一个人前来孤身冒险。殿下果然是情深意重啊！你是何人？晴柔为何在你手上？谁说尹晴柔在我手上？那你要本王来做什么？要你来是要告诉你，尹晴柔虽然不在我手上，但是我却知道她现在在哪儿，又与何人在一起。那你快说，她在哪儿？与何人在一起？殿下莫急嘛，我若告诉了你，又有何好处呢？别绕弯子了，想要什么？说。我只要太子殿下一句承诺。倘若有朝一日，我遇上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，还望太子殿下略施援手。笑话！若有一日你要本王为非作歹，本王也要答应你吗？哼，这就要看太子殿下对尹晴柔的感情到底有多深了。据我所知，那独孤园对尹晴柔可是什么都放得下的。够了！哼，本王答应你便是。口说无凭。倘若他日有难，拿着这块玉佩来找我，本王必一诺千金。如此，那我就先谢过太子殿下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晴柔在哪儿？太子殿下，前面就是长河村了。太子殿下，您不能进去，这个村子已经被诅咒了。是啊，大胆！我看谁敢阻拦！森哥，森哥，你不能进去，你的安危关系着江山社稷和祖宗基业。这样子吧，还是我进去，我一定把晴柔给带出来。太子殿下，四王爷，你们都别去了，还是我去吧。晴柔好歹也是我的义妹，最应该我去。还是我进去吧。你们让开！你们谁都不许进来，否则按律处置。哎呀！晴柔，
如你所愿，本太子亲自接你回去，你还不快快谢恩？不好，宁清柔，你大胆，竟敢大婚当前，私自出走，让我堂堂一国太子颜面何存？清柔，我知道你是有苦衷的，我不怪你。姐姐，姐姐，外面来了一个奇怪的哥哥，在那里自言自语的，好像不是我们村的人。你这些天是怎么过的？快染病了。你这么怕染病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我心里怎么想的你很清楚，我为何而来，你也很清楚。清柔，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？难道我连一句后会有期也不配听到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是我配不上你。那些繁文缛节我都不会，他们也肯定会笑话当朝太子会捡一个野丫头做太子妃的。而且我们的矛盾会越来越多，感情也会越来越淡。其实有些时候也不用说再见的，遗忘是给彼此最好的纪念。你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会伤心，也许偶尔会想起我，但时间久了，你就会淡忘我的。然后你还会找一个跟你门当户对的女子。也许门当户对对你来说很难，但是你要用心找，你肯定还是找得到的。他一定会比我贤良，又比我更理解你。谢言启，你虽然是个冰块脸，有些时候又爱记仇，又有点小心眼，但是你肯定是一个好太子，以后也肯定是一个好皇上的，所以你还是想清楚吧。我记得某人曾经说过，再多美好的未来，也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。我谢言启不想找什么门当户对的女子，我想找的人，他就在我眼前。我在乎他，我相信他也一定在乎我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偷偷离开我，但我知道，绝不是他配不上我，而是他心中也有苦衷，只是他不说。而我呢，我也不会强求，我会等，等到他愿意与我诉说的那一天。晴柔姑娘，晴柔姑娘，你快去帮一下我们家小草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牙齿又变得松动的厉害。之前那位先生去买东西又不在，所以我只好来找你。行，我现在跟你去看看，走。晴柔姑娘，快看，昨晚我们家能喝的水都被喝光了，打水路途又十分的遥远。小草发现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就把自己的那份给了他弟弟。谁知道这孩子可能口渴难耐，就自己一个人偷偷地跑到这河边，喝了这里的水，甚至用这水洗了自己的手和脸，结果他的病情又复发了。那水质变成这样有多久了？这要从3年前说起了。那个时候有人发现这山上有什么矿井，就有人在这里开采，后来来采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些人就地引火冶炼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从那个之后，这河水就再也不清澈了。原来如此，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，只能通过木炭和仙人掌来净化水源。哎，如果能让水从木炭上流过的话，那样效果就会大大增加了。可是如果把木炭直接丢到水里，这也不太现实啊，况且也没有那么多木炭啊。可以用竹筒，把竹筒劈开，里边固定好烧好的优质炭，再把一个个竹筒衔接好，放在水流经过的地方，让水流通过竹筒流过，这样就是净化水了。哎呀，你太聪明了！
对了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铜盆、铁盆的？然后全部把它们砸碎，砸得越细小越好，然后全部丢到水里，这样也可以净化水源的。青柔姑娘，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别说我们没有，就是有的话，我们也舍不得给你啊，因为这东西都是些稀罕之物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急，我去想想办法。贤妻，难道你就不好奇吗？我为什么会知道那些方法来净化水源？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只是中毒，而不是被诅咒了呢？还有，你就不好奇吗？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何从天而降？若是以前，我会好奇的，我会想知道你为何如此不懂规矩，还不懂礼貌。包括那日你从天而降的时候，我的确怀疑过你的来历，怀疑过你为何如此与众不同。可现在，我对这些都不在意了，因为在你出现之前5年多的日子里，我一直纠结于过去的情感之中，难以自拔。可自从遇到了你，我发现我生活中每一天都是不同的，每一天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。若是在以前，你的身世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但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想知道，因为你就是你，你就是原本的桑王妃，你就是现在的太子妃。情感这东西很玄妙的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我想，也许我们就是对的人。你从天而降的那一刻，也许就是我们最正确的时间。佛经里不是说过吗？前世的500次回眸，才换回今天一次擦肩而过的缘分。我可以不相信宿命，但我不能对我自己心里的声音置若罔闻呐。青柔，我希望你也能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之后，再做决定。啊，这个你拿着。倘若你愿意与我一同回去，明早就把它挂在你屋子前面的树上。倘若你不愿意，那就扔了吧。